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一次的袜子他不会再穿第二次的。全部洗干净。啊？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让你做顾家少奶奶，你去死啊！揍你的顾家少奶奶！我在这儿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。我要东西呢。来，那我要的东西呢？DNA 检测书是吧？我忘家里了。行，先把钱给我，我下次给你带回来。你是打算自己回去拿，还是我跟你一起回去拿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要是敢打，我就把它撕了，大不了大家都不要好。行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拿。